迄时，耶稣和圣神引带到旷野，要受魔鬼的刺。已经禁食40暝，后来就要试探着活来。对伊讲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子，愿负这就头边做命，愿负这就头边做命。”迄时，耶稣应伊讲。魔鬼佫带伊到圣城，互伊徛伫殿的尾溜，甲伊讲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子，通跳落去，因为去在讲。”魔鬼佫带伊上极悬的山，用天下万国甲伊的荣光，拢互伊看。魔鬼对伊讲：“你若爬落来拜我，我就将这的拢总互你。爬拜我，爬拜我，爬拜我，撒旦。”
对安尼，魔鬼离开伊，有天使狗来服侍伊。耶稣变行加利利，伫因的会堂教示，宣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百世间逐样的症头，甲逐样的病痛。